伫南投八卦山顶的村民市，真诶最近逐礼拜拢有摆摊啊，来卖一寡在地果子，也是讲姜黄粉、甲茶等等的在地农产品。主要呢，就是要来摕来照顾遮社区内底的士大家囡仔。现场会当看到金蕉、火龙果、食的水果，嘛有经过加工的往来皮、清洁剂、茶米食的产品。南投县南投市凤山社区甲大埤红米顶高的社区，参与社区产业行销计划，连续几年的礼拜日，拢伫八卦山顶的村民市集摆摊。那行销在地农产品，赚的钱嘛会摕来照顾社区关怀据点的时大，甲投资囡仔的课后照顾。产业就是咱卖零件干。甲迄个零件面做这个产业以后吼，阮原来伫一工的社区的据点咯，做到3工。南投市社区产业行销计划已经推出真侪年，嘛渐渐看到效果。亲像大埤社区的关怀据点，提供时代来上载嘅运动甲食中昼顿，原本是一礼拜1工，即马因为有钱啊，一礼拜增加到3工。另外，凤山社区产业行销的收入，原本无到1%，即马已经达到15%。本地来遮摆摊拢总有3、5个社区，即马摆到10个社区，即嘛是种成长。本地社区吼，拢是透过计划经费，咱若来遮摆摊吼，咱有家己有经费，就会当养活我们自己的社区。南投市凤山社区表示，希望有一天唔免靠政府，社区家己趁钱，嘛会当将社区经营了真好。也那这礼拜日8月24日市集，是今年产业行销计划当中的上尾一场。当地社区拢欢迎民众趁假日去踅市集、去交关。记者辛怡南投报道。